唔好諗住做咗個愛情魔法就會有個男人送上門啊，除非你特別偏好速遞哥哥，佢哋先會上門啦。係我個學生講噶，佢就話你想要速遞哥哥都要買嘢先啦，係咪？Charity Philemon，我係女巫海諾，一個主修希臘羅馬魔法、副修左手派嘅女巫。我哋今日嚟到正式系列嘅第一條片啦。咁呢個系列咧，其實，哇，我諗個名嗰陣時咧都有少少拗頭嘅，就係咧，我想開一個系列咧，專係講一啲巫術啊或者神秘學嘅知識啦。咁會有其他系列、其他主題啦。咁然後咧，因為我又想每個系列咧都係對住，總之四個字咁樣啦。跟住我之前有諗過叫做女巫講魔法，好行，或者叫女巫說道。但係我諗下啊，我哋又唔好去文化挪用人哋道家文化嘅東西啦，咁所以最後咧，呢個系列就叫做女巫說法啦。首先，我哋去講下乜嘢係魔法或者巫術。關於魔法或者巫術嘅定義咧，其實我有兩個比較中意嘅定義啦。咁第一句咧就係話，魔法係運用訓練過嘅心智，學習同呢個自然嘅一切去同步，仲有流轉，而且運用神聖嘅力量，將心中所想顯化喺現實之中。我哋去理解成句句子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將句句子去 break down，攞唔同嘅重點啦。咁由剛才嗰個定義去體驗到，我哋咧，如果需要進行魔法，就要有一個訓練過嘅心智。所以巫師最開始嘅訓練咧，其實係包括好多 inner work 嘅訓練啦，內心鍛煉你心智嘅東西，多過一嚟咧就要做好多形式嘅。如果佢 skip 咗訓練心智呢 part，直接去做好多形式嘅話咧，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會基本功唔夠好啦，唔夠穩陣啦。你咁樣咧好容易會忽視咗現實嘅問題，淨係追求一啲精神世界嘅東西。另外，撳得入呢條片嘅你咧，通常應該係對魔法有啲興趣先會撳咗入嚟，係咪？咁所以咧，你嘅 Instagram 好容易咧就會推送一啲外國巫師，佢哋好興咧拍一啲小咒術嘅 reels 去到俾你啦。你有冇試過明明買齊材料，用啱晒草藥，用啱晒水晶，用啱顏色嘅蠟燭，做齊步驟，你嘅效果都未如理想咧？其實咧就係缺乏咗一啲心智上嘅訓練啦。另外喺頭先嗰句定義嘅第二個部分咧，就係話要同自然嘅一切去流轉去同步啦。所以其實喺巫師最開始嘅訓練咧，除咗有好多 inner work 嘅 training 之外，我哋都會去學唔同嘅巫師節日。呢一啲巫師節日咧，其實佢哋個 concept 有啲似華人文化講嘅節氣啦，去了解翻我哋唔同嘅月份會有唔同嘅天氣啦、氣候啦，對人類有咩影響。所以咧，其實唔使諗到太過玄幻嘅。嗰啲巫師節日咧，除咗我哋可以有能量方面嘅層面去到分析之外咧，其實都係學習緊我哋個身體點樣同呢個世界去同步。當你嗰個身體咧唔係不停去抵抗大自然嘅時候咧，你都會過得更加舒服。呢個都係我成日想同大家講嘅東西，一個信息啦，就係其實學巫術咧，唔係好多時啲人諗到一定要強行去控制人哋，而係點樣學習令自己過得更加好。跟住咧，啱啱嗰個定義咧，仲有一個部分就係話調用或者運用一啲神聖嘅力量。我哋當然咧係冇可能去運用個神啦，係咪先？作死人你！但係我哋可以咧去通過連結唔同神嘅力量咧，去借用佢嘅力量啦。仲有喺呢度咧，其實嗰個神聖力量唔一定係神嚟嘅，因為有一啲嘅巫師咧，譬如有一種女巫啦，喺我上一條片定唔知上一條片嗰度講過咧，佢哋叫 Green Witch 啦。咁唔係真係咧，大家諗童話故事綠皮膚嘅女巫就係 Green Witch，佢哋咧通常就係講緊未必去信仰一個神明，但係佢哋會信任大自然嘅神聖力量，佢哋會去借助草藥嘅力量咧，去到進行唔同嘅療癒啦，或者係催魂嘅工作。咁所以咧，其實巫師咧係會學習去相信同埋尊重呢個世界有好多種唔同嘅神聖力量。最後咧，通過以上嘅種種咧，我哋就將心中所想嘅諗法，譬如係你想要嘅嘢咧，就顯化喺現實之中啦。我亦都想同你哋去分享，仲有一個好重要嘅 concept， 其實魔法本身係一個好自然嘅行為嚟嘅，就好似我哋諗翻頭先個定義咁啊。原來將心中所想顯化喺現實，已經係一個魔法喎。所以咧，我成日都話，好似啲人咧講佢哋嘅目標學咁樣啦，小目標小贏。
唔一定要諗到咧魔法每一次都係話啊，我可以突然間暴富啊，突然之間揾到愛情啊，而係咧，當你想開始去鍛鍊自己修行又好啦，或者係接觸魔法嘅時候咧，我哋可以諗一啲細啲嘅目標先。我哋有一啲細啲嘅東西，你可以去到處理到之後，你嗰個成功感，你嗰個感恩咧，都會產生個好嘅頻率，幫助你之後做啲所謂大件事啲嘅魔法。咁頭先咧，我仲話啊，呢個行為好似好自然啦，或者係心中所想顯化喺現實，即係點咧？好簡單，你試下諗下，有一日你肚餓喎，跟住你哋就會落街去買嘢食，然後你心諗住嗰件食物就出現喺你眼前啦。咁呢個咪就係將你心中所想嘅嘢顯化喺現實咯。由呢一個例子，我哋亦都睇到啦。其實除咗使用魔法之外咧，魔法咧都要配合一啲嘅現實之中嘅努力。呢個都係我成日同我嘅個案去講嘅事情嚟嘅，係千祈唔好諗住揾我咧去做一啲愛情類嘅魔法，然後你日日攤喺屋企唔出去識人，係啦，你咁樣咧係唔會突然間求到上天跌條仔俾你嘅。係啦，你諗下，就算你需要一個速遞哥哥送貨上門啊，你最少都喐下你隻手指去到網購。知唔知點解係速遞哥哥？因為以前咧，我成日同啲學生講話啊，唔好諗住做咗個愛情魔法就會有個男人送上門啊，除非你特別偏好速遞哥哥，佢哋先會上門啦。係我個學生講嘅，佢就話你想要速遞哥哥都要買嘢先啦，係咪？喺條片開始嘅時候咧，我咪話其實有兩個好著名嘅定義啦。咁頭先我哋講咗一個啦，嚟緊呢一個咧係來自如果你中意西方嘅神秘學咧，係一定要認識嘅一位大師，佢就係 Aleister Crowley 啦。中文咧我哋通常會翻譯佢做克勞利。咁佢曾經講過一句說話啦，佢就話咧，其實巫術係引起合乎意志變化嘅藝術與科學。引起合乎意志變化呢樣咧，應該大家都好容易明啦。就好似我啱啱講咗，你諗到一件食物，嗰個就係你意志嘅變化咯。跟住咧，你買嘢食，佢就出現喺你眼前啦。咁我想喺呢一個部分咧，去講多少少佢講嘅藝術與科學係點。其實佢自己本人咧係冇話好詳細講下佢對呢樣嘢咧點樣就係藝術，呢樣嘢就係點樣係科學。但係咧喺我過往跟過一啲外國嘅巫師學習嚟講，又或者喺我嘅經驗去整理出嚟咧，我哋可以咁樣去諗，藝術咧係好多時關乎美感事啦，係咪？當一個巫師，我哋去擺設我哋嘅祭壇，我哋都好多東西要講求平衡啦，點樣設置個祭壇啦，呢樣都好似係一個藝術。另外咧，呢一個定義咧，又係有一次我同啲學生討論嗰陣咧，我有其中一個學生佢講咗一個都係我採納而且非常好嘅理解。佢就話咧，其實藝術通常係你會想窮盡一生，不停去精進你嘅技藝嘅。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我哋要知道唔好自滿啦，就係當你去學魔法或者你去接觸啦，你未必即刻學嘅時候咧，呢個世界係有好多好多嘢你學唔晒，呢個世界係好大嘅，就好似一啲藝術家咁樣，佢哋去畫一幅畫嘅時候，佢都會不停去追求一幅畫更加完美啦。佢雕塑一個雕像嘅時候咧，佢都會不停去鍛鍊好佢嘅技藝啦。之後咧喺科學嗰部分，我哋可以諗翻細個咧，就算你高中未必去揀 Phy Chem Bio 嘅時候咧，你初中點都讀過 Integrated Science 啊，呢啲基本少少嘅科學啦。咁所以其實咧，科學呢一個部分，我會解釋為就係你要有一啲理論，有一啲特定條件之下令佢發生。然後咧，其實巫術都係一樣嘅，巫術咧唔代表你係大晒啦。而亦都要我哋去理解一啲背後嘅理論啦，佢點樣發生嘅條件啦，先會令嗰個魔法 run 得更加好嘅。咁乜嘢係巫術會發生嘅條件呢？第一咧就係清晰嘅意圖啦。當你要發出一個願望嘅時候，請你講清楚。係啦，咁如果你唔係好知，或者你發現點解我成日許願嘅時候咧，冇乜回應好似俾人話我講得唔清唔楚咧，建議你嚟上我嘅許願基礎班，呢個特快嘅工商時間出現啦。另外咧，第二個條件就係有意志力啦，我哋要有行動啦，我哋要去作出一啲配合呢一個魔法喺現實嘅行動嘅。第三咧就係能量嘅引導啦。
咁能量嘅引導咧，大家就可以理解成，譬如係巫師咧，佢去通過一啲唱誦啦，或者可以係跳舞啦，或者係使用唔同嘅工具啦，甚至我哋有時唔需要使用工具嘅，我哋可以直接用手啦，就係將一個能量引導出嚟，引導咧去到你需要使呢個願望發生嘅地方嗰度。頭先一口氣介紹咗兩個好著名嘅魔法定義啦，其實仲有咧就係喺史前嘅時候咧，人類都係會嘗試去用唔同嘅自然魔法咧，去到讓自己活於一個更加有利嘅環境嘅。譬如咧，我哋而家咪好興帶水晶嘅，你見到香港佢哋啲水晶店開到成行成市啦，就係人咧通過佢去觀察唔同嘅礦物啦，佢會有唔同嘅聯想啦，去到賦予呢一啲天然東西一個重要嘅意義，一個品質。譬如大家一見到黃水晶，大家就會諗起，哦，佢同黃金啊，佢同錢好有關係啦。咁除咗咧，可能運用水晶之外咧，古時候嘅人咧，因為佢哋嗰個生存條件冇我哋而家咁安全啊，即係大家見過咁舒服，坐喺個冷氣房有自己工作室啦，佢哋亦都會咧去到通過犧牲啦、祭祀啦，去祈求一啲神聖嘅力量，幫助自己得到保護嘅。除咗保護之外咧，其實佢哋都會喺古時候好着重求雨同埋豐收嘅。咁講起咧求豐收呢樣嘢咧，我又可以順便去解釋一下大家成日對巫術嘅謬誤啦。因為咧喺以前嘅時代咧，如果有人認我係一個女巫，佢哋就會 burn the witch 係啦。咁我喺之後嘅片段去詳細解釋女巫呢個身份呢個角色嘅時候咧，都會去講下一啲獵巫行動嘅歷史啦。但係而家咧，通常咧同人講你係一個女巫或者一個巫師咧，尤其是我生活喺香港呢個社會，未必好似歐美嗰邊咧咁多人容易去接受到西方嘅巫術嘅時候咧，多數人嘅反應就得兩個，一係就你會唔會詛咒我㗎？一係咧就係哦，你係咪睇咗 Harry Potter 所以想做巫師啊？咁首先對於第一個反應咧，我喺之後嘅片段都會去解釋一下點解我哋對巫術有咁多嘅恐懼。我可以話係人類本身對未知嘅事都好有恐懼啦，但係歷史上都會有好多污名化嘅行動，令到人咧對巫術咁驚驚。另外咧就係講起 Harry Potter 啦，其實咧當然佢係一個好偉大、好好嘅文學作品，非常之受歡迎啦。但係咧當中會有好多誇大咗嘅情節，令到咧啲人就成日覺得巫師係咪咁嘅咧？譬如啲人就會話識唔識坐掃把飛天？係啦，其實咧我頭先講到同豐收有關啦，就係原來古時候嘅巫師咧，佢哋就會去騎住一把掃把啦，然後喺個田園上面去跳嘅。呢個動作咧會代表清理一啲舊嘅唔再需要嘅能量，騰出一啲空間去迎接新嘅能量，亦都係一啲求豐收嘅儀式啦。咁嗰陣時咧，可能就係喺古代有啲人就見到呢啲畫面。再加埋獵巫行動嗰時不停嘅誇大，大家就會成日諗到，哦，巫師女巫咪就係識飛天咯。係我唔識飛天嘅，係啦。另外咧，亦都有一種講法話，可能係以前嘅人咧，佢哋有啲人見到一個巫師嘅星光體出行啦。咁星光體咧，唔係等於靈魂出竅嘅，因為靈魂出竅咧係我哋個人咧控制唔到嘅，即係可能你睇一啲短劇嘅時候咧，你嗰個女主角就通常俾車咗啦，跟住佢就會飛咗出嚟啦。係啊，通常靈魂出竅係控制唔到啦，同埋睇緊嘅嘢係實時嘅。而星光體出行咧，就係一啲巫師要經過訓練之後咧，星光體佢亦都係我哋嗰個靈魂啦嘅其中一個部分啦。然後我哋就會讓個星光體出行嘅時候，可能會只係現實之中短短過咗幾分鐘，但係已經可以睇到好多嘅東西啦。咁所以咧，以前就會有啲講法，有啲研究話會唔會係因為嗰時啲人純粹見到個巫師嘅星光體，唔係見到佢嘅肉身，就會誤傳成為巫師係識得飛天啊！我本身咧以為講完啦，但係咧我啱啱再諗到，其實喺 Harry Potter 嘅世界咧，你會發現嗰度有好多唔同嘅奇幻生物噶嘛。喺我哋嘅信入邊咧，其實呢啲生物係存在嘅，但係唔會好似佢呢部文學作品咁咧，係有肉身嘅存在。就好似我之前嘅片段講細個嘅心路歷程，見過一啲美人魚等等嘅時候咧，其實喺我哋而家可能我哋都會去連結呢啲唔同嘅力量啦，我哋會可能叫佢做唔同嘅傳友啦，
mythical creatures 啦，唔同嘅神話生物啦，但係咧喺我哋而家嘅信仰就係，其實佢哋已經咧係揚升咗啦，然後佢唔再需要用一個肉體存在啦，所以咧我哋係唔可能現實中嘅巫師，好似 Harry Potter 入邊咁樣咧，可以去捉隻獨角獸翻嚟嘅，係並未有噶，冇啲咁嘅事嘅，OK？好，希望咧你睇完呢條片啦，對巫術有基本嘅了解啦，然後如果你對巫術有啲咩問題，你好想我之後再拍片分享嘅話咧，都可以喺下邊留言。仲有咧，可以去買我呢本書啦。呢本書係我4月嘅時候出咗我嘅第一個個人著作啦。佢咧喺各大嘅書局已經有售，咁入邊都會有更加多我成長時候嘅心路歷程，同埋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巫術概論啦。仲有其實如果就算你唔係對巫術有興趣咧，呢本書我根據啲讀者嘅 feedback 啦，就話係會更加啟發到你點樣諗嘢，令到你嘅心靈自己本身可以更加自由咯。咁就係咁啦，下一條片再見啦。下一條片咧，我會多啲去講下女巫嘅角色係點。